这样的数字拨出去，不就联系上了吗？怎么打电话？步骤我还用你教啊？那勾引男人的步骤我也教不了你，你知道吗 ，baby， 你得为咱们的下一代考虑考虑。别碰我啊！我又不是麦克。能不能别在我畅想我美好未来的时候总跟我提麦克，烦死了！我现在只需要你告诉我，怎么样逼齐明峰乖乖就范。只有少数的女人得到的是老天爷赐给她们的翅膀，而大多数女人得到的都是一对带有护翼的卫生巾。齐明峰又不是我们马场的种马，不能逮一母的就干吧。哎呦，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呀。不过好的品种就应该多多益善，造福我们全人类嘛，对不对？好聪明啊！好吧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你好好的交配吧，好好造福全人类啊！哎，你真当是我这给马配种的我？拍 DNA 适不适合我还不一定。你说我到底怎么考验他呀？哎呀，董小姐，麦克貌似还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吧 ，baby， 过去的悲伤以及未来的忧愁都与我无关，只有当下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来思考的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用我的子宫来思考呢？离婚协议书我签字了就行，他签不签字跟我有毛关系？好吧，你高兴就行。喂，齐明峰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那天借你西装外套的那位小姐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一起吃个饭。这还演习上了？啊，好啊，那明天见，拜拜。真打了？啊，我早说过了，我要跟他真刀真枪的实干。我都还没给你支招呢。就你那小鱼躺下梁的智商，等你给我支招，我孩子都会打酱油。那你刚才什么意思啊？啊？